各位觀眾啊，大家好！嗱，繼續同大家講多個關於心理健康嘅話題。咁啊，事緣咧，因為幾個鐘頭前咧，我拍咗一條片咧，就講解過我去一個星期咧有感冒喎。咁我自己啲感冒點樣快速嘅方法啊，自己一啲嘅心得咧，點樣快速復原啦，同埋導致感冒嘅一啲咩嘅成因咧，咁喺上一條片咧就講咗。咁咧就引到一個嘅觀眾咧留言咧，佢就話呢個嘅飲薑黃粉水會唔會染到啲牙紅晒咩咁樣？嗱，咁佢可能係應該講會唔會染到啲牙黃啦咁樣，咁我唔知係咪佢打錯字啦嚇。嗱，咁我就留言咧，我會喺下一條片開頭嘅時候咧，即刻簡單解答佢呢個問題。咁因為我上一條嘅影片咧冇再補充下啦咁。咁啊，的確係嘅，如果你長期咁樣飲薑黃啊呢啲咁樣咧，係真係會有機會導致啲牙黃嘅喎。不過有個方法好簡單解決，就係你飲嘅時候或者飲完嘅時候，咁你即時或者食翻條香蕉啊，慢慢食啊。咁你嗰啲食香蕉嘅時候或者蘋果啦，或者你飲嘅時候，你可以飲完咧，跟住你食飯啊食嘢嘅時候咧，喺呢個食物嘅時候咧，咀嚼食物嘅時候咧，你口腔裏邊會揮發一啲嘅口水液咧，你慢慢就會沖淡咗，去消解咗嗰啲嘅薑黃啊。咁甚至乎，假如你飲完食完嘅時候咧，你可以跟手即刻去刷下牙，咁你就唔會真係導致啲牙咧好容易就會變黃噶啦咁。嗱，咁啊簡單咧解答呢個嘅觀眾，咁我亦都留言俾佢咧，我喺下一條影片回答佢啦。嗱，咁啊順便因為解答呢個問題咧，咁我順便咧諗起咧都同大家咧講多一啲。因為近期亦都講多咗一啲嘅關於時事政治嘅話題，咁啊少講一啲嘅其他一啲人生嘅問題，咁啊健康呢個問題咧都係一啲人生嘅話題嚟嘅。咁我呢條頻道咧就主要係同大家去探討分享各種面對人生嘅問題啦。咁我講之前咧，想先問各位觀眾一啲嘅問題，俾大家去思考下，你自己覺唔覺得？你認為咧？健康嘅意義係啲乜嘢咧？因為如果我講一啲健康嘅問題咧，咁往往咧我都會同啲朋友講咧，叫佢哋思考下。咁你要健康，你為咗乜嘢要健康嘅咧？因為你了解嗰個健康個深層意義咧，可能先至增加你咧去實踐健康嗰個嘅動力喎。因為好多人都知啊，正如咧有啲人我知道我要健康嘅，不過總係冇辦法健康，或者我知道我要減肥，但係點解冇辦法減肥咧？就係冇一個嘅動力啊！去推動佢去實踐嘅嗰個減肥或者追求健康，因為你太過肥胖都唔健康噶啦咁樣。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大家有冇諗到我哋點解要健康呢？做人嗱，可以俾5秒各位觀眾去諗下喎。1、2、3、4、5。大家諗唔諗到？或者你自己覺得你認為健康嘅意義係咩咧？嗱，如果我同大家講咧，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健康嘅意義咧，其實唔係為你自己。健康嘅意義咧，嘅深層意義其實係代表你對家人嘅愛，或者尤其是你有伴侶嘅生活，有呢個年幼子女嘅生活。呢個咧，你嘅健康咧，其實就唔係為你自己，係對你家人嘅愛。大家有冇諗到咧？你如果唔健康，或者你有啲咩疾病，尤其是一啲嘅長期疾病，咁你會影響啲咩？就影響你家人對你嘅擔心啦，或者對你嘅照顧啊、花費嘅時間啊、金錢都係其次喎。對你嗰個照顧花費時間啊等等啊，嗰個包括心理情緒喎。尤其是如果你有伴侶嘅生活，你有事嘅時候，你嘅伴侶就要照顧你。再加上如果你有年幼嘅子女，有啲咩事況導致你或者早死嘅風險大咗啦咁你死咗嘅時候，咁啊導致你嘅伴侶要單親去照顧你嘅年幼嘅子女啦，你嘅年幼子女咧，亦都會喺一個嘅單親嘅父母下成長啦咁樣。如果你能夠保持你健康，導致你嘅仔女去獨立成年嘅時候啦咁樣，咁呢啲咧亦都係對你家庭嗰個嘅愛，甚至乎你係只係仔女嘅角色喎，咁你有事喎，咁你嘅父母亦都要照顧你喎。所以其實你嗰個嘅健康咧，最重要咧，唔係純粹係為你自己健康嘅深層意義咧，係對你屋企啊、家人、伴侶年幼嘅子女咧嘅愛，呢個先至係最深層嗰個意義，就係點解你要追求健康。我見過有啲人佢係或者唔係淨係見過啦，可能你喺平時有啲新聞裏邊咧，你都會聽過有啲嘅家庭問題咧，就係因為嗰個屋企成員
有一個長期嘅點樣嘅一啲嘅特殊嘅病患者啦。咁啊，甚至乎有啲咧，因為做工作啊、生意啊、應酬啊等等咧，咁啊導致好多一啲嘅健康嘅問題啦。咁啊導致佢嗰個嘅家人要負擔、要照顧佢啊等等呢啲嘅事情啦。咁所以叫健康嗰個問題個深層意義就係愛啦。咁但係問題我哋點樣去實踐呢個健康咧？嗱，咁講一啲嘅好簡單嘅概念俾大家去參考啊。咁點樣去實踐咧就另一回事啦。咁講之前咧，亦都簡單介紹襯托我呢條影片嘅一啲嘅書本。嗱，咁後邊咧有一本咧就這樣吃水最有效、酵素全書啦，同埋斷食養生啦。嗱，咁後邊有一本咧就為什麼我們要睡覺咁啊，同埋呢個食療聖經啦，同埋呢個運動加營養。嗱，咁喺前面咧就有一本咧叫熬夜者的吃睡動身體回復術喎。咁啊，另一本咧就係不生病的生活實踐。嗱，點解度有本不生病的生活實踐咧？實踐咧，因為有啲嘢咧就講叫容易咧，但係做咧就好難去實踐得到嘅喎。嗱，咁呢度咧種種咧，嗱，同埋呢度有本書咧，佢亦都簡單都講到其中一樣嘢咧。點樣呢個健康嘅生活咧？佢呢個醫師咧，呢個係一個日本嘅醫師嚟嘅。咁佢呢度咧就講出有7樣嘅要點啦。咁佢正確嘅飲食啦，同埋喝好水咧，喝好水即係你飲水都係一種知識嚟喎。咁啊，仲有呢個嘅正確嘅排泄啦，即係你嘅腸道啊點樣糞便排泄咧都有影響喎，都同飲食有關喎。咁啊，仲有正確嘅呼吸啦、適度嘅運動啦、良好的休息與睡眠，同埋笑容與幸福感啦。咁呢度每樣嘢咧，嚴格細分去講咧，都有佢每一樣嘢嘅學問啦。咁但係簡單啲嚟講咧，俾大家知道咧，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如果你知道健康個深層意義之後，點樣去實踐咧？咁你都我哋咧，我喺條頻道講咧，有陣時我哋講一啲嘅點樣嘅專業嘅知識咧，咁我哋唔需要咧每個平常人，我哋都係某啲方面專業嘅人士啊嗰啲咧先至。我哋只要花啲時間去了解，尤其是而家現今世代咧，好多嗰啲嘅YouTube 啊頻道啊都有好多呢方面嘅知識。即使你唔係好似我咁喜歡一個睇書嘅人咧，你喺 YouTube 裏邊啊都有好多唔同專業嘅人士咧去講解啲唔同嘅知識。咁即使講完，你都未必記得晒噶嘛。咁你唔係營養師，你唔會記住嗰啲食物有啲乜嘢嘅 A、B、C 營養咩，你都唔記得。我睇過咁多，我都唔會記得晒。但係有啲咧，你知道嗰個概念點樣去運作佢咧，咁你就知道。譬如簡單啲講，你知道我哋食啲健康嘅食物，乜嘢係健康嘅食物啊？咁樣乜嘢唔健康嘅食物，我哋唔好食嘅。咁我哋咪已經咧係普通嘅人，但係我哋都已經咧可以減低啲唔健康食物導致我哋身體唔健康嘅問題咯。咁樣咁同埋一啲譬如講呢啲瞓覺啊，點樣食啊，咁飲食咁又講到有飲水啦，咩叫酵素啦？咁你酵素淨係講酵素裏邊有好多知識喎，咁你都唔需要咧全部了。咁你只要了解個概念，咩嘢叫酵素咧？簡單嚟講咧，就係食一啲生嘅食物。咁生嘅食物亦都唔係每個人都會食得到嘅喎，唔中或者唔一定中意食喎。咁但係最簡單，蔬果生菜就係生嘅食物啦。咁樣呢啲或者你喜歡食魚生嘅人士啦，咁呢啲都係生嘅食物。咁裏邊咧佢就已經蘊含有人體需要嘅酵素。因為好多食物咧，只要你煮到好熟佢咧，即係阿媽煮西洋菜、豬骨湯嗰啲等等，咁你雖然你都食到啲西洋菜，但係啲西洋菜已經煮到黃啦，佢原本有嘅營養已經俾你煮死晒啦嗰啲咁。咁你適當適量偶然咧去食多啲蔬果生菜唔好食啲咩麵包啊、餅乾啊、蝦片、薯片嗰啲，係咁食咁多嗰啲嘢咧，咁你咪已經相對健康咯。咁你唔需要知道太多咩叫酵素嘅知識喎，但係你知道大概嘅概念。原來食一啲生嘅食物本身咧就對人體係有益嘅喎，嗰啲咁樣。咁呢個又係部分嘅一啲概念知識。咁啊，仲有咧就係瞓覺啦。點樣飲水啦？嗰啲咁樣飲水，你長期煲滾水飲，淨係飲滾水咧，咁你水本身嗰啲嘅礦物質營養咧，其實都已經煮到冇晒，煮到死咗。咁我平時咧係會飲啲過濾咗嘅一啲嘅山水，譬如有啲國家啊，譬如紐西蘭啊，有啲國家標榜佢哋啲水啊，譬如去過紐西蘭咧，去到佢嘅機場咧，喺佢機場嘅洗手間裏邊啲水咧，佢出邊都有個牌你記住，嗰啲水係可以飲嘅喎。水喉水嚟喎，但係可以飲喎，即係佢哋啲乾淨嘅山水咧，唔需要煮滾佢，呢個係最有營養嘅水，所以飲水咧又係一個學問嚟嘅喎。咁好啦，至於睡眠啦，咁樣
睡眠依家長期喺呢個社會，好多人咧其實係唔夠睡眠嘅，唔夠睡眠咧，其實佢咧如果以呢本書咧為什麼睡眠啊？為什麼要睡覺咧？佢講到咧睡眠咧好多講健康咧就吃睡懂啦，但係如果喺呢三樣嘢，如果喺呢本書嚟講，佢講咧睡眠嗰個重要性咧更加凌駕於呢個飲食啦，同埋呢個運動添喎。因為咧就算咧你俾你30日餓你只要有水俾你飲，唔俾你食嘢咧尤其是肥人肥人咧有脂肪，你餓你成30日你都唔會死嘅喎。只要有水俾你飲，你唔會死喎。但係如果你唔瞓覺咧，強迫你唔瞓覺咧，你隨時一個星期強迫你唔俾你瞓覺，你一想中眼瞓就揾啲水整醒你要你長期冇得瞓覺咧，可能你一個星期咧你就會死喎。同埋咧嗰個你長期唔夠瞓咧，影響好多嘅腦部嘅問題身體機能嘅問題咧，都會導致你好多毛病。包括我上一條影片講過，感冒其中係因為你唔夠瞓，就會導致嗰個免疫系統嘅能力下降，咁咧就會亦都導致你其中一個原因，導致你容易出感冒啦咁樣。咁所以睡眠依家現代人咧就太唔夠睡眠。咁所以如果你知道點樣去補充多啲充足嘅睡眠，同埋了解多啲睡眠嘅知識，咁咧你亦都會已經相對咧減低嗰個疾病。咁頭先我講過飲食啦，頭先飲食就係簡單食啲健康嘅食物，唔好食一啲唔健康嘅食物。咁你避免佢咧，你唔需要係某咩營養師專家，咁你已經咧減低咗好多疾病嘅風險。咁再加上咧適量嘅運動喎，適量嘅運動。呢本書裏邊運動係一個香港人叫雷明德博士係咪雷明德咧？雷洪德啦，雷洪德咁同另一個營養師合作㗎。呢本書叫《運動加營養講是講非》。咁佢呢度咧亦都有講到指出咧，淨係運動裏邊咧，譬如你呢個長期不運動，咁咧就會減低呢個攝氧能力下降咧，咁已經會增加好多慢性疾病嘅風險。即係話依家好多人現代人好多啲嘅慢性疾病係點樣嚟咧？尤其是當你踏入到咧去到40歲以上開始打後咧，就越嚟越明顯啦。因為你後生啲嘅時候咧都好啲，咁當你踏入呢個40歲左右以後啦，咁你好多嘢唔運動咧，身體機能好多嘢咧下降，繼而隨之飲食又唔健康，睡眠又唔充足，又冇做運動，好多啲嘅人生嘅疾病咧就會咁樣嚟咁。咁樣今條片咧同大家分享啲關於心理健康嘅問題，你了解到呢個嘅問題咧，咁心理健康咧，心理健康咧係相對難控制嘅，但係生理健康咧係相對係可以由你自己控制。點解咁講咧？因為心理健康咧好多時係離唔開你同各種人際關係唔好導致嘅。咁簡單嚟講咧，呢樣嘢你控制唔到。即使你對人好，人哋對你唔好，或者人哋批評你、挑剔你，咁咧你控制唔到嘅。咁但係飲食健康咧，呢個就係你完全自己咧可以控制到嘅。咁你控制到飲食健康、睡眠呢啲生理健康問題咧，咁隨之咧你亦都有機會某程度咧控制到心理嘅，因為心理健康有陣時係互惠因果，有陣時係心理唔健康咧就導致生理唔健康。譬如心理唔健康，你可能遇到緊情感問題，鬱鬱寡歡情緒低落咁，影響埋飲食睡眠咧。咁呢個心理健康導致翻咧就會影響生理健康嘅。咁但係有陣時咧，亦都係因為咧生理唔健康，咁咧導致翻情緒唔健康喎。咁呢個咧就互相有陣時咧，有啲人係呢部分影響先嘅，有啲人咧就係另一部分影響先嘅。咁但係生理健康咧，你係大多時候係你自己咧係可以控制嘅，只要你有呢個自律性。因為點解咧？控制健康咧都要講求有一個嘅自律性。即係譬如自律，有啲人咧我中意食煙飲酒，咁佢控制唔到啦，冇自律，咁咪出現毛病咯。咁你長期食煙飲酒啦，咁呢個你控制唔到，你冇自律，咁咪導致好多嘅問題出現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啲嘅例子。咁但係如果你控制到啦，包括即使你唔食煙飲酒，但係因為咧你食好多啲嘅，譬如而家現代有啲年輕嘅少女咁樣，好中意飲珍珠奶茶咁，好多嗰啲嘅糖分珍珠奶茶嗰啲糖分喺度咧，就會導致嗰個心理影響。但係佢因為年輕唔係好覺喎，但係到佢踏入30歲左右開始咧，呢啲咧就慢慢咧會顯露出嚟。尤其當你去到40歲左右，你嗰個健康嘅生活
飲食習慣生活，同一個唔健康生活咧，到你40歲嘅時候咧，就慢慢會大家有對於大家都係40歲或者大家都係35歲左右咧，你一個健康生活嘅人同一個冇健康冇節制生活嘅人，你就慢慢如果有啲快嘅咧，其實20幾歲已經明顯咗噶啦。甚至乎包括你嗰個老化嘅速度又快咗啦。譬如呢個睡眠啦，你長期唔夠睡眠咧，你嗰個白頭髮啦，嗰個老化速度咧係會快咗喎。咁但係好多人咧冇乜意識呢啲。嗱，咁就算講運動啦，甚至有啲人去到或者中老，其實中老年人咧都需要咧去運動嘅。譬如有啲就算老年人嘅運動啦，我之前有啲影片介紹過啦，即使喺家居裏邊咧，家居運動咧都已經係運動咧最簡單嘅就係你要有喐動嘅啫。咁喐動咧，只要你喺屋企，我之前有拍過啲影片介紹點樣喺家居運動30分鐘咁樣啊，或者甚至你睇住電視機聽住 YouTube 嘅。咁一路做一啲嘅家居運動啊，有個瑜伽席嘅位置咧，就已經可以做到噶咯喎。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嘅適量嘅運動。咁呢啲就係問題咧，就係你有冇嗰個嘅自律性，同埋有冇肯花啲時間去了解一啲關於飲食嘅知識啦、睡眠嘅知識啦、運動嘅一啲嘅知識概念。咁只要你肯花時間去了解呢啲嘅概念，你唔使係專家嘅。咁你只要去實踐嗰啲嘅必要嘅條件嘅需要，就譬如簡單，起碼唔好晚晚捱夜唔夠瞓啦，掛住睇手機啊，每晚淨係瞓得嗰4-5個鐘或者6個鐘啦咁樣，你長期唔夠瞓已經本身就係導致你好多疾病嘅其中一個嘅主因啦。再加上咧唔夠瞓咧，又會影響嗰個食慾嘅喎，甚至乎令到你食慾大增添喎，係咁想食嘢嘅喎，咁啊又會變成肥胖啦。咁有好多嘢都係咧環環相扣嘅問題去影響嘅嗰啲咁樣。嗱，咁啊，今條影片咧，主要俾大家去了解一啲嘅概念，就係你點解要健康咧，同埋你點解要為咗健康之餘，你有啲咩方法去實踐咧？咁你唔需要係乜乜專家，你只要了解一啲嘅導致你唔健康嘅咩原因，一啲嘅概念，點樣可以導致你健康？咁你咧仲會減少咧需要去惡化到真係需要睇醫生啦。因為有啲嘢預防勝於治療啊！你本身嗰個生活習慣係健康嘅時候咧，你好多人生嘅疾病咧，亦都會相對減少啦，或者俾人延遲咗啦。嗱，嗰生理疾病仲包括現代人好多啲嘅痛症咧，嗰啲痛症係點樣嚟咧？就係現代人經常咧就揸住部手機，可能挨喺個梳化度啊，晾住嗰條腰咧冇嘢晾住啦咁樣。嗰啲姿勢咧唔正確啦，長期耷低頭啦，跟住好多啲嘅頸椎腰啊，嗰啲嘅痛症啊、手臂啊各種嘅又年輕化咗啦，包括影響眼球啦，咁呢啲都係生理健康嘅一個部分嚟喎。咁但係問題你有冇辦法有自律性去點樣去減少呢啲嘅影響咧？就會影響你嗰個健康嘅生活質素。咁繼而咧就正如我頭先所講，你嘅健康咧就唔係純粹為咗你自己，你係會影響你嘅家人。你嘅健康唔係為你自己，係最重要係為你對家人嗰種嘅愛。譬如我以前咧有啲做生意嘅朋友，咁個個好多做生意咧，就算你打工又好，或者做生意老闆，可能少不免咧都要多少去大陸度應酬啊，或者同啲客人去應酬。咁我以前至少有遇過兩個啲老闆嗰啲需要去應酬日頭做完一樣嘢，跟住夜晚咧仲要同啲客人食飯啊、唱卡拉 OK，所謂聯誼啦嘛嗰啲咁樣。有啲甚至要上大陸喎，咁跟住要飲酒啊、飲食啊嗰啲咁樣，咁咧就導致好多啲嘅身體嘅疾病咧就會出現咗之後咧，其實咧影響咧唔單止佢自己，係影響埋佢自己嗰個家人。如果你打工咧，譬如你身體有健康咧，影響埋你可能佢哋嗰個事業啦，咁你個事業就會影響經濟啦，經濟咧跟住就會影響嗰個家庭問題啦，咁有所謂貧賤夫妻百，咁所以呢啲咧。人生嘅問題咧，好多嘢都係環環相扣，係互相咧有影響關聯嘅。呢個部分做得好，其他嘢咧就會相對好嚟。呢個即使小部分，淨係好簡單，瞓覺長期唔夠瞓，一個瞓覺嘅問題，可能已經牽連好多其他問題啦。咁你或者飲食嗰個唔健康，長期導致你好肥胖。咁你好肥胖，可能咧有時你年輕嘅時候，你又影響你對異性嘅吸引力，咁影響你啲感情生活。所以好多嘅問題，好多人係冇意識到，其實好似一啲小問題嚟嘅啫。但係其實每樣嘢咧，都同你其他嗰樣嘢咧有牽連嘅。不過只不過好多人咧，佢冇意識到，
佢唔知道，尤其是喺年輕嘅時候咧，更加冇乜意識，唔覺嘅咁。但係到老年咧，可能就認為，老年啦，我都放屁啦，冇結婚又結咗咯，咁仔女又大咯。但係你嗰個老年嘅質素咧，都係有影響嘅。你諗下咧，譬如俾你有100歲命，但係咧到你60歲或者70歲咧就長期病患，咁你即使有100歲命，30-40年咧就係一個帶住一啲嘅病患咁嘅過生活，咁又有咩意義，有咩意思咧？係咪？咁所以即使老年人咧，一樣可以咧點樣去改善你嗰個嘅生活嗰個健康問題咧？你亦都會相對個人咧會比較開朗啦咁樣。咁所以健康問題咧唔係淨係老年人需要注意咧，年輕人亦都要注意喎。咁但係到老年人亦都唔係咧完全冇辦法去改變佢，至單到咧你可以有呢個意識去嘗試去改變嘅時候咧，多多少少咧你都會改善到嘅，包括老人運動啦，改善嗰啲嘅飲食啦、瞓覺啦，甚至乎咧大家知唔知咧睡眠唔夠啊，亦都影響好多問題，包括小朋友問題啦，小朋友嗰啲嘅一啲脾氣暴躁小朋友咧，係因為佢唔夠瞓或者瞓得唔好咧，都會導致小朋友咧容易發敏疹、發脾氣嘅。同樣成年人都一樣，有陣時大家有冇發覺自己點解脾氣咁容易敏疹啊？俾人話兩句就好唔開心喎，或者好發脾氣咧？其中唔夠瞓都係一個嘅原因嚟喎。不過好多人咧亦都唔知道，冇注意到，淨係瞓覺呢樣事都可以影響好多嘢嘅喎。嗱，今條影片咧只係簡單去俾一啲概念，各位公眾去了解咧點樣為之呢個睡眠、食物同埋呢個嘅運動點樣影響你嗰個嘅生活各種嘅問題，而係好多人冇意識到嘅咧。咁呢個片咧俾大家有一個簡單嘅。當然，如果你想深入去研究咧，你就可以花時間去專注。譬如你終於想了解瞓覺嘅問題，或者了解運動嘅問題，定係飲食嘅問題咧，咁只要你花時間咧，呢啲嘢係完全你係可以控制嘅。最難控制咧，反而係心理健康。心理健康關乎情緒，情緒咧又會關乎你喺你屋企人咧、家人嘅家庭問題咧、情侶嘅問題咧，同埋各種嘅人際關係咧，呢個咧就比較難嘅，因為你未必咁容易控制啊。正如頭先所講，你對人好，人哋對你唔好，或者你對人好，但係人哋有好多原因唔中意你或者妒忌你都好啦，或者用一啲嘅説話行為點樣去挑剔你啊，或者攻擊你，你係控制唔到嘅。咁咧有啲人如果控制唔到，繼而會影響心理情緒喎。咁呢啲咧就係另一個範疇啦。咁呢個範疇咧，我又想喺下一條影片咧，同大家去簡單介紹下點解現代人咁多一啲嘅導致心理情緒啊、悲傷、痛苦啊等等呢啲嘅情緒問題嘅事情咧，同大家分享。咁有興趣嘅觀眾咧，亦都記得留意我下一條影片。咁我睇下稍後咧夠唔夠時間啦，因為我今日就唔使返工嘅。不過依家天色咧就開始比較昏暗啦，咁我如果夠時間咧，我今日再出埋呢條影片，又係同大家分享一啲嘅概念，點樣去減少避免一啲影響你心理健康或者包括情感情緒呢啲嘅悲傷痛苦嘅問題，點樣去避免減少咧嘅呢啲嘅概念俾大家了解。咁如果有興趣嘅觀眾咧，可以留意我下一條影片。暫時呢條影片咧，同大家係分享到呢度，拜拜。